點解個股市先升後跌？消息人士指出，剛開始特朗普提出15個和平框架，市場係抱住買入嘅希望，但係現實將伊朗拒絕咗部分條件，市場意識到和平唔係即刻可以做到，呢種外交落差導致資金撤出。週五避險情緒同4月6號嘅最後通牒，特朗普談判延限至4月6號，否則係威脅進一步軍事行動。由於即將進入週末，市場擔心週末期間會有局勢惡化，例如霍爾莫茲海峽嘅衝突，因此週五選擇清倉避險，導致跌幅加劇。通脹同債市嘅壓力，油價重回$100以上，推動咗市場對通脹復燃嘅擔憂。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一度衝破 4.4%， 直接打擊對利率敏感嘅納斯達克成分股指數。喺2026年3月底嘅市場數據分析，以下有幾個值得關注嘅入貨點同埋策略方向。黃金尋找超跌嘅反彈技術面。黃金係傳統嘅避險資產，但喺3月份黃金表現反常，市場擔心高油價引發通脹同加息，導致金價由1月份接近5600嘅高位大幅回調，低位入貨點喺4330至到4400區間有較長嘅支持。如果特朗普嘅和平談判出現轉機，或者市場意識到通脹壓力已經頂，金價有機會重回4700以上。香港股市超跌嘅龍頭同科技金融，恒生指數3月下旬一路跌破25000，觸及第7週嘅低位，主要受到中東局勢嘅拖累。當恒指低於25000點，好多藍籌估值已低於歷史平均水平。港交所隨住恒生指數嘅下調，建議降低買入單位門檻，以增加現金流動性，長遠對成交有利。國企嘅高息股如內銀、內電，喺波動時提供穩定嘅現金流，呢個係典型嘅估值修復模式，適合分批入住。美股納指同 AI 相關嘅股票，納指週五跌幅加深，主要受到美債收益上升同埋呢個壓力造成技術性嘅黃金坑。納指跌破咗25000點之後，觸發大量嘅自動止損單同對沖盤，目前走勢已經進入收復模式，甚至挑戰2025年低位以來嘅上升軌底部。AI 基礎建設雖然軟件股受壓，但係硬件同能源供應，好似電力同公用事業股喺2026年需求仍然強勁，如Intel 嗰啲低估嘅半導體正在轉型受到政策補貼嘅龍頭，雖然短期有挑戰，但價格仍處於相對低位。能源同商品利用波動做波段，油價目前喺100以上嘅美元拉鋸，雖然唔算係低位，但係波動極大。如果和平談判又有進展，油價會回落至90至95蚊，咁就建立咗中長線嘅能源配置好時機。喺2026年能源政策轉向，例如喺 Trump 提出嘅能源法案嗰度，將會使用傳統能源同核能相關嘅板塊會有長遠嘅支撐。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請 Subscribe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緊貼我哋可以收到最 update 嘅內容。拜拜。